第一课，第一课，第一课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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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是，我的名字是，你是中国人吗？你是中国人吗？不，我是美国人。不，我是美国人。你呢？你是中国人吗？你呢？你是中国人吗？不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是老挝人。不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是老挝人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ถ้าท่านมาและสนใจให้กดติดตามและเราจะได้เรียน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ในบท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ขอเข้าใจ